的，怎么那么热啊？好险有这个屋檐可以让我们躲太阳。怎么突然下雨了？对耶，奇怪，那我刚刚没说错，好险有屋檐，我们就可以不用淋雨了。对啊，希望雨赶快停。太奇怪了，太阳又出来了。雨也停了耶！奇怪哦。Hello， 迪姑、悠悠们，你们怎么也在这里呀？我们来郊游，遇到下大雨，来这里躲雨，都是这场雨害我们的计划泡汤了。计划泡汤了没关系啊，说不定我们可以看到彩虹哦。真的吗？那我们一起去找彩虹吧 ！Go！ 哎，对了，你们大家知道彩虹是怎么形成的吗？不知道哎。叽里呱啦，其实啊，只要有水滴、阳光，再加上一些角度，就可以形成彩虹哦。哇，叽里呱叽里，好聪明啊！哦，你看，这片有天宫。看，这片有天宫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你看那边有彩虹。哇，真的有哎，好多颜色，好漂亮啊！悠悠们，你不是有相机吗？帮我拍一张完美照。OK， 我好了。你挡住阿弟姑啊，彩虹有什么颜色？客家话怎么说？你可以说天宫有乜嘅色？天宫有乜嘅色？没错，就有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7种颜色啊。没错，这7种颜色呢，你也可以用客家话说哦，就说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天、紫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天、紫，标准。还有3个比较特别的，也就是蓝色跟绿色，你可以说强色。强色。还有橙色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橘色。橘呢，是不是就是橘子？橘子客家话叫做柑妹，所以橘色我们可以说柑妹色。还有一个就是紫色，紫色是不是跟茄子的颜色很像？茄子我们会说雕菜耶，所以紫色我们可以说雕菜色。雕菜色。很强哦！今天看到漂亮的彩虹，还学了很多客家话，我觉得好充实哦。我们来一张团体照，跟漂亮的彩虹。好，OK， 1、2、3，耶！你看这片有天宫，意思就是你看那边有彩虹。天宫有乜嘅色？意思就是彩虹有什么颜色？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天、紫。意思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。强色，你可以说是蓝色，也可以说是绿色。柑妹色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橙色，你也可以说橘色。雕菜色意思就是紫色。今天故事里面的客家话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很强哦！ Hello， 我是演导哥，是否演导就是爱，行在路红桥码头。父母没有用好做狗，跳稳斑马跳又走。冇面用的好水母，细细起我做圆通。爱讲不怕世界去闹热，用扮大家冇了解。强雄天宫机密好，不过偏偏三多阿妹爱，爱呀就是单身故事耶，演到过。 清风清江秋黑爱，
动好跳舞，开 party！ 想象钞票是多包，蓝蓝太快乐逍遥，鸟鸟声的讲法法，风风水木都欢笑，爱讲天公世界都奇妙，是森林莫烦恼，带点色彩自由行，色彩纯情的梦。哇哈哈，大家幸福快樂嘅，贏到阿爸啦！